大家好，我叫阿 Ken，歡迎嚟到我嘅頻道 Ken Kyojo Model。Ken Kyojo係日文嘅意思，Ken 本身就係我個名啦，Kyojo 即係研究同埋製造，希望大家一齊嚟齊齊研究、齊齊改造，大家做出大家心愛嘅模型。我本身好鍾意砌模型，例如高達啊、超時空要塞啊，咁當然亦都有其他嘅科幻啊、戰機、汽車嘅模型啦。喺呢度我希望不時同大家分享唔同嘅心頭好嘅改造過程。如果你哋都對模型有興趣或者想一齊討論下，記得就訂閱、like 同埋 subscribe 啦，多多指教。